吗？东宫太子前来与老王爷晤审。什么？是东宫太子？正是。死去难免。
令，上京之上，何罪为大？天地为大，何罪为真？父母为真。这叫谁？小人父母，这叫谁呢？尊敬公公。他又来。你既然知道，这叫子女要尊敬公婆。今天自己公婆亲自上京，你为我不去办事啊！今日本要上南京，城南路到底，走兄长，城上之人，至于我何非一生谁与这样处理？你不去办的事，我
君满城不
人家把你是不嫁的儿媳，你为什么应该去拜神？你不去拜神啥理？我要是拜不得，好，那么由你们对你们去讲，望我不爱听你的话，下来，完成我系统。不要哭，就说拜不得，拜不得。本来是拜不得嘛。他往下讲。他进不来不应听人的，满床不理他儿来起。他这样洗你，我也不忘他应手我，他不听。他把我一把推到盆地里，他那里穿搭，有一天当着我天庭上如此地，哎呀爹娘我没法子只有来天老他一个小奴才，我往日谁都不去拜神，他也不该当起我的往日来了。我尽管当我的王儿自问了得。他却看来是挺伤重伤。王儿，当你的状态上的，那就不会混混。驸马真的当我了每晚穿上了。当你不会的做事啊，我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在哪里？好，这不你没有找到云上，云上。啊，万岁！王儿这驸马可真的当了场了，当着他问正堂下问色。哎呀，是轻伤是红伤啊！王儿这一伤，我也没有看见啊。偌大的年纪，这一点小事都办不了。好，待夫亲自来你扫。啊，王儿，驸马当你是轻伤重伤，但不忘困苦，也好女儿做事。啊，父王，刚才我已经看过了，父王不用再看了。我看了不算数，不枉我一定要看。什么？
看，要看。是这里的看。你看，一点伤也没有。哦，原来你来说谎。主啊，我现在的天上，却这个被他当了一仗。要出去争吵，乃是常事。你不该顶着功来，可真铁铁领上，火龙四壁，真正的该当。这个你给的你看，被你冲成这个样，我当时是我冲的，难道你就没有冲他？我还能把他冲成这个样？好，你我坐下，不要去催他。你们夫妻争吵，大言大了，怎么动不动就到父王的江山来了？是啊，他不该得去父王的江山。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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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吾才为此家财不爱，这恐不知你心生意念。知乎道，小不能只论他们，吾望其能因小而知大。啊，知道。万岁！你可记得当年国王兄手握两京，下嫁宋王之时？记得。那是谢王爷神圣，大唐江山有情贼少。谢王爷也是事实吧？看起来这江山是国家剩下的，那一幕嘛有什么相关啊？这大唐江山本来是国家剩下的，这大唐江山还是谢王爷留下的。分明是国家剩下的，怎么会是谢王爷留下的呢？是留下的，剩下的，留下的，国王爷是留下的。那帮有你莫带你莫去讲，父王我不爱听你的话，下班甚还了得。不要可留下的，留下的，本来是留下的嘛。阿父啊，你是驸马他该讲嘛？人理是不该讲。好，既是人理不该讲，父王就该讲在于他。本该讲在于他。
看在往日份上，也就少不了。也不我少不得，少不得。少不得。马铃薯的弟弟，今有一真能打得起，金黄两一出喜喜。你要怎样这个气呢？两成八，两成八，不当多好看。好，望绝对的喜。两位太母亲，他不该把自己江山里，明着早早唐经的三了光，一日可好这个地方，你无必整这么大的气力。实在他罢了不成。这出了一句我哪有这样容易？这3不年有多少事？他表示不忘把往日情，我杀了他一来真不发。走啊！哪儿来？免得我往日再受他的气。你不枉真真兄为你真真的了。咱们杀了小贼，叫我的仇恨发
要明王在他吗？自己为什么忘了？不必多虑。我此落得主靠义，再会自家意，他末日一往擦了心。另有写这不少不欢喜去，明日早堂往自由发落啊！我看你要怎样发落？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母狗。
凤凰无恙不相当，既然他是金丝月夜的王女，为我女来配鸾王难道王家是女儿之配？难道还有什么不成信的吗？我甚难成亲。我也头不
有旨，分阳王上殿。哎，从今儿到今天，你莫再回避。令我把父子兄成是你，人家把父与你是儿女亲，情与不忘凭借心。王兄亲
当时为什么八股的江山地，人不发分的要将你斩，人的平山，不枉真杀人，斩女婿。家务事，何必为他们费心机？你莫当要想驸马生，必要自动一动他，无也不依。王兄可定为父的，你公子到分阳王府与王兄陪。必须哇，爱人有本亲手，立天走堂，西平王，爱人有公子成婚一人，高皇帝方能进宫，进得宫去，先要迎君臣大礼，夫妻双有书上。父王，自从万古天地以来，夫妻之间恐怕无此法度吧？听奴才此言，难道对这君臣大礼都不要了吗？警官，父王传旨，从今以后就将凤梅红等众人大礼也给灭去了。王兄，驸马刘本父王王兄再请为父，您这名公子到本阳王府与王兄赔礼。也是龙驸马
这是机场一礼，也就好了。我劝王儿，我劝驸马。驸马，少年不经人好几句，算不了什么。来来来，见上一礼，一步一礼，也就是了。机场一礼，哪个就不见礼？我也不见。一个躁动，一个心，王家子女真不争气，长短不听父王言，莫把父王要当你。你冲成这个样子，都是你冲的呀！让他去，驸马天子。从今以后你早晚进宫，武王传旨就将宫门红灯灭去了。媳妇，哇，这个什么灭了？把宫门红灯灭了，与你有什么相关？哇，宫门红灯免不得，灭去灭了，灭了。不但把宫门红灯灭了，就是凶神大吏也灭去了。我们有了什么灭了？凶神大吏灭了。哎呀，父王，宫门红灯免则免了，君臣堂地反正免不得。为何灭不得？我要归封为父。你还要归封为父？父王这一副哇，灭了就灭了。哎，灭了。武王是灭了就灭了，好吧？长孙公子在谁你，全当做去不怕你。你要是真的当他，我也不依。少年之内心里好，你常别去劝一劝，你别
谁父子？叫啊！娃儿，妈，放去叫这也是叫的谁父嘛？叫过来，怎么叫过来的呢？
我来问你，此经之上，何罪为大？天地为大，何罪为真？父母为真。这条罪，小人父母，这条罪呢？尊敬公公。才有来。你既然知道这条子要尊敬公婆，今天自己公婆亲自上阵，你为我去摆去啊！这
比，连累的娘但有计，闹了王家平不义。来来来，在我心去。不顾十万里才气，他虽是金枝玉叶女，家与国家偏是我归的妻。他什么王家并不义，帝王也要讲道理，不过牛逼太不听。落地，落地。死去那一年，
中